食咗飯啦，你咧？我頭先食咗啊，呢個女仔點解會你係認識佢㗎？佢媽咪帶過佢嚟開會嘅，係嘛？都係我哋傾一啲樣咁細個嘅，下次佢細個俾啲我。你問佢媽咪就知咗啦。不過帶過幾個月前都帶過嚟同我開會啦。咁今日咧嚟到呢度出席嘅講者咧，就包括外傭僱主嘅代表陳錦花女士啦、李海欣女士同埋關慧蓮女士嘅。咁另外仲有護賢智婦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自由黨副主席劉健儀女士、外籍傭工政策關注組召集人周潔冰博士同埋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羅君田先生嘅。咁依家首先我哋咧就有請外傭僱主嘅代表陳錦花女士發言先嘅。大家好，甚至乎俾本地勞工得到更多嘅保障。由近年喺勞工處同埋勞資庭越嚟越多涉及家傭同埋僱主之間嘅糾紛，就已經可以反映出現行嘅條例同埋合約對雙方嘅保障並唔平衡㗎。原來好多家庭，我哋請家傭翻嚟呢，就係愛嚟照顧小朋友或者老人家，或者一啲行動不便嘅家庭成員。但係往往因為屋企冇人喺度嘅緣故呢，出現一啲涉嫌虐兒或者虐老嘅個案嘅。好多過時嘅嘢，同埋好多唔合理嘅地方，係冇照顧本地人嘅利益，係唔能夠公平咁處理好多問題。仲有嗰400蚊徵費，政府又拒絕咗係取消，對本地僱主都係好唔公平嘅。同埋過去嗰半年嚟，我同好多家庭主婦接觸，知道有好多虐兒嘅個案啊！唔知點解律政處同警署咧都係冇好認真咁跟進，令到咧係好多受害家庭咧得唔到個公道嘅，所以我好支持佢哋參加今日呢個抗議同埋遊行嘅活動。咁未來嘅日子咧，我會繼續同佢哋聯絡，係為佢哋跟進嘅。多謝各位。佢發言話唔能夠滿足外傭僱主對減呢個外傭稅嘅需求。嗱，佢好清楚講，佢唔能夠滿足你哋嘅要求。佢話點解呢？好奇怪。佢話呢啲僱主付得起啊嘛。咁嗱，如果呢啲僱主付得起，就成為政府徵收稅嘅一個理由。我諗我好驚啊！我付得起我就要俾。咁咪好多嘢佢都可以徵收，徵收到我付唔起為止先唔徵收啊？就跟翻阿劉議員頭先所講嘅話，嗰個外傭稅咧，現時嚟講咧係冇咁嘅需要咧，我哋希望政府係暫停嘅。咁除咗呢個嘅即係經濟上嘅問題咧，我覺得一點咧就係政府係應該咧要盡快檢討翻外傭嘅政策，因為呢已經係過時嘅政策嚟嘅。咁同埋咧，亦都要針對實際嘅需要，亦都唔能夠咧係同現時嘅輸入勞工嘅政策咧係等同嘅，因為咧我哋請一個外傭咧，我哋係要照顧家庭，係有家庭方面嗰個需要。過去1年，我哋收到3000幾電話啊，同埋呢個書面，希望我哋僱主協會向政府提出嘅嘢，我揀3樣咧比較重要啲嘅咧，向各位僱主、新聞朋友報告一下。第一樣嘢咧，就係香港特區政府咧，除咗咧係向僱主徵收呢啲本地工人嘅再培訓費之外咧，真係好少有任何嘅嘢咧係保障我哋僱主嘅權益嘅。喺上次記者招待會，我講咗，我會去菲律賓領事館作一個要求交代，咁我亦都去咗。我喺度咧向大家報告一下，嗰個我哋商討咗3個鐘頭，我哋最後咧就係話大家明白對方嘅立場。菲律賓總領事向我要求一個書面嘅建議，我將會喺2個禮拜內咧做好一個書面建議。最重要嘅咧就一定要有一個客觀嘅標準。若果你真係要保障你嘅菲律賓嘅人民咁你起碼都有一個開放、透明、客觀嘅標準，在乜嘢情形之下嚟去將一位僱主列入嗰個所謂叫做監察名單咧？牌子收